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日嘅拉斯維加斯生活資訊站。今日主要新聞包括拉斯維加斯平均油價正式突破$5大關，谷地發生多宗致命交通意外同槍擊命案，引致多人喪生，以及 SpaceX 火箭劃破長空，為夏林森密連帶嚟視覺奇觀。身處瞬息萬變嘅城市，掌握第一手資訊係守護家人同財產嘅關鍵。請訂閱我哋嘅頻道並開啟小鈴鐺，確保你能夠即時接收關於拉斯維加斯嘅所有重要更新。拉斯維加斯 （Las Vegas） 嘅平均油價目前已經攀升至每加侖$5.00至$5.06之間。根據 AAA 嘅最新數據顯示，目前嘅平均價格為$5.059。受近期美伊緊張局勢等國際因素影響，內華達州 Nevada 嘅消費者喺汽油支出方面估計要多承擔$8300萬。為咗緩解居民嘅經濟壓力，本地多家加油站連鎖店及零售企業已經開始推出促銷活動，部分站點提供每加侖10至20美分嘅限時現金回贈或者積分獎勵。喺社區發展方面，克拉克縣學區 Clark County School District 正喺度評估係咪要關閉擁有100年歷史嘅古德斯普林斯小學 Good Springs Elementary School。由於該地區生源銳減，喺2025至2026學年僅得2名學生就讀，加上維護成本過高，當局正認真考慮保留定係拆除該校舍。與此同時，州長選舉嘅資金動態亦都引起關注。民主黨挑戰者 Teresa Ford 宣布佢嘅競選活動已經籌集到$150萬，而現任州長喬倫巴多 Joe Lombardo 暫時仲未提交最新嘅財務申報文件。拉斯維加斯谷地喺過去24小時之內發生多宗慘劇。喺星期一下晝2點左右， Southeastern Avenue 靠近 Warm Springs Road 發生一宗交通意外，一名行人喺商鋪外面不幸被撞身亡。另外，喺亨德森 Henderson 嘅 Pebble Road 同 Manor Road 附近，一名44歲男子因為超速失控，撞上路中心嘅分隔島同埋電線桿，當場死亡。95號公路亦都發生一宗涉及電單車嘅致命追撞意外。喺法律裁決方面，一名殺害12歲少年嘅肇事途日司機喺星期一被正式判處7年至終身監禁。暴力犯罪方面同樣令人憂慮，喺1500 East Flamingo Road 靠近 Maryland PKW 附近，警方正喺度調查星期一傍晚發生嘅一宗命案。而喺西北部一處公寓，一名18歲男子因為涉及一宗致命槍擊案而被捕。東谷 East Valley 嘅 Karen Avenue 亦都發生一宗懷疑因為家庭暴力引發嘅槍擊案，導致一名女性喪生。此外，關於牧師遇害案嘅審判有咗新進展。檢察官披露，被告喺行兇之前曾經多次威脅受害者家人。喺極端環境嘅救援工作中，搜索救援隊 Search and Rescue 成功喺紅岩峽谷 Red Rock 救出2名被困岩壁嘅攀岩者，並喺火焰谷 Valley of Fire 救出一個喺缺水情況下迷路嘅4口之家。喺綜合生活資訊方面，星期一晚上6點左右，由范登堡太空基地發射嘅 SpaceX 火箭劃過天空，其明顯嘅白色尾跡喺夏林森密連引起唔少居民駐足觀看。拉斯維加斯大道喺星期一亦都舉行咗專題巡遊，以慶祝布魯諾馬斯日 （Bruno Mars Day）。另外，針對 Walking Dogs of Nevada 嘅虐狗案，警方已經沒收35隻犬隻，並起訴2名負責人。
TEDx Las Vegas 則公布咗5月3日活動嘅19位演講者名單，本地社區正喺度推廣日本劍術居合道 IADO 作為減壓訓練。最後，關於承包商利用人工智能技術追蹤無證移民嘅爭議，正係引發法律倫理同埋私隱權嘅廣泛討論。感謝你嘅收睇，如果你覺得呢啲資訊對你有幫助，請點讚並分享俾住喺拉斯維加斯嘅朋友。